多谢由华台湾心看世界来关心美国的消息。美国纽约地铁伫当地时间初时发生列车烧弄败马意外，上无造成26个人受伤。根据报道，这意外发生伫下晡差不多3点左右，有一台载差不多300个人客列车，甲一台纽约大都会运输局的工程车烧弄。据说呢，列车中呢败马有3条地铁线呢暂停服务，互真侪人煞无车通坐。 伫美国纽约的街路顶，常常出现真侪警车甲消防车，附近各6条街路拢被封锁。美国纽约的电车发生着列车烧下弄的事故。当地时间4号下晡3点左右，一台载有300个乘客列车和一台运输局的工程列车烧下弄。地主列车伫96架车站败马。相关单位接到消息，遂派人赶来现场疏散乘客、抢救受伤的人。I saw smoke, and I just got really nervous. I didn't know what was going on. I didn't know if it was an attack. We were on the train, and then there was a sudden jerk forward, a jerk back. Everyone started falling on top of each other, and then there was just basically silence. 虽然相关的单位讲列车烧下弄的速度不紧，也毋过有缘有真侪人受伤。受到这个事故影响，曼哈顿地区有3条电车线停止服务，影响到民众的通勤。目前工作人员也当伫现场继续清理轨道，希望会当伫当地时间1月7号，民众上班进前恢复通行。纽约市交通局表示，初步调查发现，伫事故进前有人伫工程列车有紧急的手动啊，工作人员必须要进行修理，结果就安尼去弄到载客列车，造成事故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